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學嘅唔止係舞步，而係學識自信、專注同埋輕鬆去面對挑戰，我哋 Pure Green Dance 嘅課程結合 NLP 嘅理論，運用五感帶領小朋友潛意識溝通，因材施教，發揮小朋友嘅潛能，亦特別去設計明確嘅比賽目標，專注培養小朋友面對環境變化同埋比賽挑戰嘅能力。由3歲嘅小朋友初學舞步係冇節奏，亦都唔敢同人哋溝通開始，小朋友係會逐步咁樣去適應聽音樂、控制身體、掌握舞台嘅表現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，佢哋唔只係學識舞步，更係培養佢哋嘅紀律、責任感同埋面對壓力嘅心態。我哋建立咗一套結合咗 NLP 製造場景嘅學習系統，透過比賽前嘅模擬練習，老師專業嘅技能指導，同時加上家長嘅陪伴，確保小朋友係真實比賽環境中都仍然可以保持到專注嘅信心。家長嘅角色係陪伴同埋鼓勵，見證住小朋友由0到1嘅變化，一同去慶祝大家共同努力嘅過程。而呢一份嘅正面經驗係會成為小朋友面對人生各種挑戰嘅核心記憶。每一次嘅表現都令到小朋友去理解成果係來自努力，而壓力係可以被掌控，幫助佢哋終生面對成長嘅路程。所以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喺未來嘅任何環境中都能夠自主表現，歡迎你來到 Pure Green Dance，讓小朋友可以夢想成真，精彩一生。